人在地亭来去游览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伫北门游客中心的边啊，打造一个新的装置艺术，结合这个盐田的文化甲乌面搭配等等生态元素，希望讲咱乡亲去欣赏。 为着提升北门地区的观光丰富性，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伫咧北门游客中心四周围打造8组的地景装置艺术，互沿海增加更加侪特色。除了看夕阳。 赏美景之外，能够来到北门婚纱美地这边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夜间的地景。顶一边以阳光生活为主题设装置艺术，相真侪游客刷卡来北门耍。这边邀请艺术家来创作，除了将作品，佮参在地特色盐田，嘛到达乌面搭配的生态元素。一系列的这样自然的元素。 来创作了8件的装置艺术哈。为着鼓励更加侪人来这行踏，分管处特别举办赏地景的地面比赛，邀请游客用镜头记录北门的水。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